要打压一个人，就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。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，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。如果不是皇上到外地出差，华妃打死也不敢欺负老四的宝贝。于是，在次日的晨会上，华妃为了在后宫立威，非要让有孕的甄嬛给自己请安。而甄嬛知道老板不在身边，绝对不能落入华妃的圈套，因此她毕恭毕敬解释来晚的原因。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，婉嫔不来迟，不无本宫。嫔妾知错，方才就已请罪。如今便目无尊卑，倘若来日诞下皇子，你又要怎样呢？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？可甄嬛无论再怎么低三下四，都无法熄灭华妃想要报复的怒火。而静妃看到苗头不对，立马替甄嬛求情。她说婉嫔即使有错，也是事出有因，还请华妃娘娘开恩，让她先起来说话。虽然静妃和华妃同在一个职级，但华妃却直接无视对方的存在，不但教训了静妃袒护甄嬛，还要求甄嬛跪在外面背诵嫔妃手册。外面烈日甚大，花岗岩石坚硬，婉嫔有孕在身，不能跪在那儿啊！娘娘责罚婉嫔事小，若是龙胎有个闪失，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。而玲珑跪求的样子充满虚情假意，她是真希望华妃对甄嬛动手，两败俱伤才是她最想看到的结果。虽然众人怀揣不同目的恳求华妃息怒，但华妃从来不是用脑思考问题的女人，只要她愿意，甚至都相信1+1等于6，真是造孽！谁让人家娘家有矿？于是华妃才不管3728。你是自己走出去，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？言罢，华妃的人直接将甄嬛请了出去。嫔妾有错自然要罚，可嫔妾身怀龙命，实在不能长跪。其实这个时候甄嬛已经低头认错，如果华妃能顺波下驴放过对方，或许两人以后还有谈一谈的机会。然而老天明明给华妃指了一条阳关道，可华妃却开着破车偏偏要走不归路。她说早年在乡镇医院学过护理知识，凡是怀胎3个月的女人，哪怕跪在地上6个小时都毫无问题，何况本宫开恩才罚你跪了半个时辰。然而华妃不知道的是，玲珑曾送给甄嬛一盒有麝香的修复霜，因此她的胎儿已经受到严重影响。关键时刻，眉庄再次阻止华妃不要作死，可华妃却表示倘若你再不闭嘴，别怪本宫无情连你一起责罚。而眉庄想都不想，马上选择和甄嬛共患难。像梅姐姐的性格真不适合在后宫生存，她应该去58同城找份满意工作安稳度日。然而塑料姐妹花的玲珑却吓得不敢出声。甄嬛知道今天已经躲不过去，她不想再让梅姐姐跟着受罪。接着她再次恳求华妃放过眉庄，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她。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她，你又能怎样？有身子的打不得，就打那个没身子。小心，小主小心呐！小主，你若再敢偷懒，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。可见华妃就是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反面教材，甚至还在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，她让众人亲眼看着他们受罪的样子。没错，华妃此举就是杀鸡给猴看，人家都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而华妃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她是独恨恨不如大家一起恨。就这样，甄嬛和梅姐姐在烈日下暴晒，不知不觉就超过了2个小时，而甄嬛的脸色更是一片煞白。眼看甄嬛马上就要虚脱，浣碧顾不上规矩，直接去找太后求助，可公公却以太后休息为由拦住了她。无论浣碧如何哀求，都没有见到太后。就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男人的出现让浣碧看到了希望。与此同时，甄嬛已经坚持不住，晕厥了过去。小主。